牛肉汤很多啊，台南很多其实都蛮热情的。市场很有趣，古迹路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全馆客满的状态。我们饭店当天的住房率已经满房。那也因为这个效益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端午节，我们假日的住房已经90%进满房，很明显的成长。我们现在有推出一个联住方案，2晚只要6666，然后加购高铁也可以享7折的优惠。我们还有加入观旅局这个住宿抽100万大奖的活动，所以如果有抽中的幸运得主，就可以住志玲姐姐住过的喜房。针对国内旅游，就是有推出3800元起的一个软性住房，那这个非常的优惠哦。它除了客房的升等，然后爸爸妈妈如果带2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免费入住。那我们也针对就是老师有一个感谢的回馈住房，欢迎大家来台南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上周末防疫5月天的台南2日游引发全国关注。台南不仅景点美食丰富，相信防疫团队更能感受到台南人满满的热情。后疫情时期，为了振兴观光，各县市摩拳擦掌，抢攻国旅大饼。台南市政府观旅局当然也不遑多让，推出6到8月驻台南抽100万大奖的活动。只要登录台南合法旅宿发票，每500元就有1组抽奖序号。大奖包括台南5星酒店总统套房住宿券、电动车及1万元奖金等。想要体验志玲姐姐住过的总统套房吗？快来台南住一晚吧！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观旅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我是郭珍慧。我们接下来6到8月呢，我们有一个振兴的方案主要是针对有来台南住宿的这些朋友们，你要消费满500块钱，你就可以上网登录，有一个序号。我们这里面呢，3重送什么呢？我们第1重，只要你前1000名来登录的话，我们就送你限定的台南好礼。第2重呢，我们再让你可以有抽奖的机会。我们第1大奖就是我们台南的在地业者洪家腾他送的这一个电动机车，1台7万多块哦。那我们总共会送出15台，月抽。然后另外还有搭配志玲姐姐她在台南结婚，她用的总统套房的新娘房，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总统套房等你来。我们还有准备雅果的游艇这也是平常你不大有机会可以来做的这一个体验最后1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贵人常客，只要在这3个月内累积的住宿的消费金额最高的好朋友们，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1万块钱的现金的回馈哦。机会难得，请大家把握，赶快来台南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机会市政总质询，上午由副议长林秉利甲议员林彦竹共用时间。2个人除了做伙关心肉品市场猪仔的产销甲绩效以外，林彦竹更加针对台南市政府伫去年底推出自有的品牌上品屯，并且由市长黄伟哲亲身代言上市一事。国内这期肉品市场无家己生产，只是请别人代工，都袂当讲是家己出品，安尼根本就是欺骗消费者。白毛议员林彦竹即阵台顶的猪肉加工品，这是店市伫2019年底所提出自创品牌上品屯的相关食品。虽然这是市长当初为了提升店市肉品市场的形象，甲行销猪肉品牌健康美味，不过看伫议员眼中，却认为已经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条例甲公平交易法。议员表示，因为这些产品明明拢是别人代工，却挂市府家己出品，根本是欺骗消费者、伤害名誉，甚至每一包阁袂比别人较贵，烦恼将造成消费纠纷。你是肉品市场的董事长你完全没去了解，完全没去处理，去把一个案件通通做了解，你做这样的一个行销，是会伤害我们台南市的。为什么？欺世盗名。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会去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严肃法律，我们也不容许。市长，
议员进一步表示，就因为市长担任肉品市场的董事长，不过这个肉品市场现在拢爱员工专心卖加工品，第二可惜，颠倒无调配质量，和生活质也无好价，批评根本不务正业，要求回归专业。今天肉品市场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伊爱去甲这猪农好好啊调配猪量的，包括着总经理的部分，爱去找这猪农去讲到这个介绍，甲好猪会当入来，这摊贩唔该会当来甲咱买。咱即马唔是哦，咱即马是完全背道而行，完全没做这一个业务。然后本务有在做啊。另外，会中议员嘛质疑城西分化路地早利用兴建通包工程牵涉悲哀，所以嘛特别送环保局长谢世界面纸，希望伊来以后会当重新整顿7根环保局的扛棒。第一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真侪县市体贴市民拢有培训专业的月嫂，推出做月来到厝服务。不过咱台南市就较少听到。议员沈振东伫个总质询，就强烈要求社会局，若是有相关的补助服务，一定要加强宣导，特别是互弱势家庭会当得加利用。议员沈振东表示，台中甲高雄拢做月来到厝服务，希望减轻辛苦的妈妈伫产后休养压力。另外，加以某这项服务，甚至发展到2回幼儿指导。不过，咱台南新生儿的妈妈该等偌久，甲生育津贴到发到同步申请。对此，肖局长表示，其实台南目前已经有30个月嫂的服务，会看民众的接受度，加强宣导。市长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们不需要跟其他的城市来比较，要怎么发钱才可以发得更多，而是我们的福利政策可以做得更好，让人家感受到我们实质上的温度。那所以呢，我们非常认同之后呢，我想我们坐月子到宅服务呢，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可以符合市长的需求，但是呢，更需要我们社会局这边来努力。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新生儿的爸妈还可以等多久才可以享有这样子坐月子的一个服务？当然是取代我们的育儿津贴跟我们的一个所谓生育补助的部分。局长，月嫂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有在推动，有在推动。目前为止的话，有30个这个月嫂的这个成员在参与这个相关的。那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好像是应该是说我们宣导可能还要需要再加强啦。那针对这个月嫂的部分，它使用率并不是很高啦。另外，因为台南市文化经费当年偏重古迹维护管理，相对对着在地表演团体资源补助有限。议员沈振东表示，这摆为了解决小剧场欠缺排练空间，文化局将北区开源市场要改建成排练场。不过因为卡地消防甲漏水问题，却一直无法度使用。对此，议员积极向文化局请明，到底当时才当开放。我们的开源市场就是借用了我们一个地方来去做一个艺术的一个空间，可是呢，到现在从本席上任以来，已经1年半的一个状况了。我们跟经发局跟文化局这边已经协调多次了，包括上面有屋子漏水的一个状况，那还有我们光电的一个因为制作的状况产生的漏水情形。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才会完工？什么时候才可以开放给我们在地的文艺青年或者是文艺团体来去做租赁，然后去做练习或使用呢？议员很关心的哈，我们也积极的跟经发局积极在处理。那么临时性的这种屋顶防水的设施的标案，目前已经签约了。那所以大概2个月的时间，会积极的先把紧急防漏的措施先把它处理好。因这2024年台南建成48档市府已经跨局处成立纪念活动筹备会，所以议员嘛建议台南社门的相关故事真多，加上拢是国电古迹，一定要尽速上信义大会精心规划。台南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为了避免被可毒的儿童再次受到伤害，议员郑嘉欣5月11号伫社会局的工作报告提出检讨，但是伫个质询之后，却被有心人士指责讲伊靠势滥用职权，甚至透过社工师工会公开放话。所以为了避免无缘无故被扭曲，伫个民进党团甲无党籍议员的声援之下，出面还原真相。
我有看过所有的影片，这所有的互动，陈统的笑容，他原本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小鸟，为什么到最后3月送到回去原生家庭之后，他都不敢正眼看人，然后他也很害怕，然后又再度受虐，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报告一座，基本上我们了解到的状况，不完全是这样。他回家之后，其实我们都还是有去抽访，也有去观察他们亲子的互动。那这个部分其实陈统并没有表现出一座。好，你不要跟我知道你要讲说他跟他家长的互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家庭的严重性，而且是为什么又再度受虐？议员郑嘉欣就是5月11号伫小局工作报告，这段针对受虐待儿童无经过详细评估就登去原生家庭，结果再次受虐待质询，想不到单纯的关心监督，竟然被有心人士调工直接滥权，甚至故意公布儿童资料等等。对此议员不满被外界公审，上午伫党团总召开日，都讲专庭在场议员辛家宏以及无党籍议员柯有人陪同声援之下，希望还原真相，同时追究小局相关责任。我只希望说社会局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充分的理由。那一天5月11号我质询的时候，我有问过社会局，孩童5月2号被送回高雄的时候，5月2号到5月10号，你们有去关心过他吗？他们说有打电话到这个安置中心，可是并没有亲自到那边去关心这个孩童。你们真的对这个诚信儿童的了解，有没有想到说他又再一次又受虐的时候，他的身心灵是多么的创伤？加上他是一个迟缓的儿童，脑部受创本来就是比较脆弱，我觉得社会局应该以这件事情非常小心的处理。那我当然知道说社工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有爱心。那或许这过程当中有什么疏忽，我认为大家要共同的来努力来协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解决问题才是最主要，而不是因为发了什么新闻稿，然后来讲说哦，我们议员不应该在议会讨论小朋友的个资。针对饲护方面应该保护，却无保护之下造成市民受害，徛伫议员的职责一定是徛出来检讨。议员再次强调，伊从来无指责基层社工人员的疏失，拢是以受害儿童的上大利益作为考量。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会民进党团3号召开记者会，针对将伫6月6号举办的罢韩投票，提出罢韩的10大理由，伊也呼吁全国的高雄人爱大团结，反映投票，强写历史。距离6月6日罢韩投票日子剩无几天，议会民进党团3日召开台南、高雄最新罢韩记者会，列举出罢韩的10大理由。呼吁全国的高雄人爱大团结，6号做伙返乡投票来写历史。0606，光复高雄！0606，天佑台湾！高雄加油！不顾高雄市长就职未满载，弱跑参选人不在，无顾经济净低100，经济零啊吼！记住高雄真悲情，只寻运气抽签来。答询跳针发大财，足侪人拢想要甲代志做好，拄干那你独想要做总统尔，这款人对不起高雄人。奉你生命土半生，凤凰飞走鸡进来，对阮的女性是一种侮辱，嘛对咱国内女性也是一个歧视。韩国也是迟到诚信，迟到名城迟科模。临时改点怪宾客。上任之后，并没有说一直在拼经济，却马上去中共跟国台办、中联办拜码头。选前天花乱坠，选后全看不见，这些酸井我们采石油选后呛说没有。咱侪高雄人，甚至北漂的少年朋友了，拢是非常的不满，所以拜托，咱这届爱互高雄一届机会。给伊一个下当翻新的机会。希望每一个朋友，你有高雄的亲朋好友，一定爱会记得，请伊6月6一定爱出来投票，投下罢免韩国瑜的选票。因为韩国瑜的笑话，韩国瑜的所作所为，已经是我们整个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大家在看的一个焦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不适任的人，我们用
柔性革命，用选票的方式，把他从高雄市长的宝位把他拉下来。民进党团表示，公民有权淘汰无适应的民选公职。就韩国瑜的10大缺失来看，韩国瑜不只欠缺担任首长的价格关度，甚至连基层职务拢无法度担任。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成功大学应用科技进步的需求，3号正式成立民侨智慧运算学院，结合运算科学、人工智能等等的专业，要来培育上专长的人才。而且成大校友旺宏电子的董事长吴民侨，伫未来10档将要捐赠10亿来协助。成功大学作为南台湾重要的学术机构，这几年拢积极发展未来科技所需要的相关人才的培育。3号上午，成大也正式成立了民侨智慧运算学院，是一个结合人工智能甲数位科学等相关领域跨学科的学院，期待培育运算专长甲领域专业的双专长人才。只有创新、崭新的文化，只有努力、坚持，并且不断跨越的人，才能够拥抱改变，从中蜕变，并且可以永续成长。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个人，都是如此。这个智慧运算学院的大品牌也正式宣示了。我谢谢9大学院的院长都在这里，也如刚才吴董事长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各个领域所会共有、共享，并且希望能够共荣的大未来。而这个平台上面，成功大学也愿意承诺跟宣誓，我们要贡献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下一个世代生生不息、崭新的、有能力的跨域人才。这个学院重要的推手之一，旺宏电子的董事长吴敏侨也送上大礼，予成大未来10年总共要捐赠10亿，予智慧运算学院作为人才招募来使用。这个学院代表了2个意义，一个就是希望能找世界最优秀的，包括我们国内最优秀的老师们呢，能够传到把这个知识传给下一代。那第2个就是希望透过各个学院的合作呢，能够在应用面上能够产生对台湾impact的东西。这样，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会中教育部长潘文忠也特别出席见证，期待成大会使继续在国际上为台湾争光。在去年跟董事长还有校长的会谈之后，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在今天呢，这样的一个理想，很快的就被实践。这个我想也为我们在整个高教创新上面成大真的率先启动。我在这里也特别谢谢苏校长团队以及吴董事长大家能够集这样的一种智慧资源，能够为成大这一所代表着台湾要打国际杯的全校型学校在过往校长还有包含苏校长共同的努力之下，我想有创新成功创新中心的加入一定会让成功大学如虎添翼，再创高峰。去年由着吴敏侨董事长所捐赠的旺宏馆，校方也伫3号上午举办动土典礼。同时，民侨智慧运算学院也将以旺宏馆为基地，预计伫109学年都来招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已经超过30档的台南市陶艺学会持续推动陶艺文化。现主时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联展，88位会员展出400多件的作品，用6大主题展现出陶土的多样性，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各种精美的陶艺品拢是台南市陶艺协会成员的作品。为了推广陶艺文化，台南市陶艺协会每一年拢会举办联展。今年伫台南市文化中心以着南投世代为主题，分做6大类花器、地工的等等。这届总共有88位的成员参加，大约400多件的作品，吸引了侪民众来参观。协会也是希望透过这届的机会，让更较侪人了解到陶艺的水。我们2020南投世代这次共有88位成员参展，那南投会目前的会员大概有140多位啊。那我想我们今年延续去年的分成6大类的展览。那这2年的成果都非常好，尤其今年的这个展出这个水准可以说是，我想是应该是空前的了哈。所以我们展现的这个6大类的这个作品特色相当的不一样啊，主要有茶器具，还有茶碗，还有陶盆花器，还有陶艺雕塑啊，还有这个茶席啊，还有一个陶艺装饰，我们分成6大类。这届上特别的就是邀请了8位成员，以着茶席为主题，呈现了8套不同风格的茶具，要让大家看到茶甲陶的结合。这次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南投会8位的有在制作茶席的这个陶艺专家，摆了8座茶席，那用每个人展现一个茶席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陶跟茶做结合的一个不同的创作方式，我想是相当有看头的一次展览，欢迎各位民众到南投会文化中心来参观。这届的展览将要展出到6月14号，除了希望民众来欣赏这个作品以外，也是希望趁机会交流艺术创作的想法，增进创作的实力。喜爱欣赏陶艺作品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南投时代。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